本单喺台北做护理工作嘅林玉萍，25歲今年總算遠唔係對家鄉嘅茶鄉同土地嘅思念，同投入並係歸家鄉做茶。伊阿爸本單想講，每日歸來到一陣咩，為嘢都會乖乖倒轉去台北上班呢。冇想到伊安呢，教啊去都教嘅28年，伊改變頭擺單純像賣茶型嘅經營方式，做茶開傳統，同菜地生意結合。研發的幾多嘅文創商品，想要從茶生意變做文化生意。辛苦打拼嘅26年，本單打算50歲會退休嘅，冇想到4年前一場大火，同伊嘅茶工廠燒嗆嗆。唔過伊裡面嘅天個同茶工廠起到轉來，想要打造做享受台灣茶生意生命嘅平台。我今想我50歲退休。可是我火災是49歲那一年的9月，我後來呢，我更想，這是不是老天爺的安排？告訴你說，做人不能太安逸。200公斤，200公斤。200多啊！你看一下这个，最重的就36而已啊。哇，真的很少。很少。3公斤。清明過後，茶園又開始無限器材提做今年的春呢。看起來臭臭的，同32公斤的茶槍放出來，殺青叔叔。今年係茶園的第3代經營者林玉萍歸到家鄉做茶的第28年呢。嗰時間我喺台北那個忠孝東路上班，每天就在那個辦公室裡面，在醫院裡面上班，要輪班呢。我每次如果上大夜班一出來，看到個日頭哈，我都在想，它到底是月亮還是太陽？我就一直想要回鄉下。一次就想要歸到家鄉，想到茶園的茶鄉就要先走，想要歸到太子園，25歲嘅當時，青島後生人都未離開家鄉去到都市發展，林玉萍上點到歸到美麗的山鄉去做茶。嗰時間呢，我做那時間，我不開茶園，全部幫配茶工係咪？我爸爸就同我講，這新人呢，一天都做了冇事做咩做唔得，凊彩拿一堆茶園來幫佢搞啊咧，搞咧難呢，佢會乖乖走個轉去上班咧。結果我一搞就搞到了下。冇想到林玉萍唔但槍冇打亂腿，點到一面印太旁，嗰邊過去搶同茶廠歸下嗰本茶廠去做茶的生產方式，開始其他做其他賣，還睇山那邊那個開傳統。移民係專門做茶呢？做茶嘅時間，當地人他會來批發茶葉，台北來啊、高雄來啊、台中來，特別來到我哋就差唔多10點、11點嘅嚇。做茶要當無限，特別要停落嘅就出去食飯，食睇嚟要吐轉來，等轉來以後下晝1、2點嘅茶米就死睇咧。還是想講，很本地嘅人自己來炒菜，就好像招待自己的客戶。叫食了一段時間以後啊，冇做茶嘅時間，今日打電話幫我講，玉萍啊，等下我過來食飯咯，唔過我冇買茶啊。就因為安尼，玉萍將屋企老屋嘅舊東西整理出來，因此呢，睇開傳統。頭擺咧就係老屋嘅，頭擺就不用腳頭啊，不用中根機啊，嗰種老屋嘅。從我冇改記，像我爸頭擺有做古董嘅生意呢，佢書行當多愛用 Q 嘅家具 Q 古董，像你看到嘅咧個 Q 嘅化妝台咧啊，像大家看到咧牌書嘅哈，喺20年前啦哈，我爸爸種咧書嘅，他要有40年，佢種咧書嘅種一排係因為要幫咧奶唔好流下去，就要來割起來，意思種一排。咁我想講做傳統嘅時間，就想講，啲書嘅做得來留個傳統度啊，就冇停通機啊，所以咧哈，大家人看到的空間哈，這樣曲曲格格、小橋流水，然後彎彎曲曲的，都是因為保留這些樹木。為到書嘅做得唔係填土原來嘅素材，沙樹草，
最闹冇變化，故所林玉萍是重溫菜單，佢講迄陣3日菜單攏冇變化，其其他就鮮味嘅。菜特別溫呢，最主要係我要用茶葉入菜，像冇茶米，工廠做嘛嘅茶，就用嘅茶米來做菜咪哈。你客家人就當尾草，芝麻草啊，還有嘛個內尾草啊，呢條東西呢野菜。喺油誒嘟了隻時間咧放，我就做落菜來溫它，做落呢隻時間咧，呢條野菜就爽咗。他思緒很快啊，基本上他想要做的事情，他就會趕快完成。有時候會翻白眼，但也不能常翻啦，因為我們只有一雙眼睛嘛。對啊，我們必須要跟上老闆的腳步，才能跟上就是時代的速度啦。佢到家鄉做茶按多年，其實上未想泡茶還做得用嚟泡呢。工廠當然做茶咩，做茶時最想啲茶米做嘛嘅一天做一罐一罐咁樣裝。茶米還有什麼樣的喝法？茶米做一天呢，純粹茶葉喝嗎？喝茶的時候一定要用茶壺泡嗎？它是不是也可以用隨身瓶，也可以用冷水沖？所以這中間就可以變化出各式各樣的不同的方式。故所佢用其他做嘅茶同在地嘅產業結合，安尼飲茶就會有很豐富嘅文化。我有一組呢，叫做吸茶趣。那是為了年輕人特別設計的，裡面呢就是用冷水瓶泡茶包，但是呢，我們的水瓶外面需要一個套子，所以我們就想到我們苗栗的藺草很有名啊，我們就去找那個藺草的協會的阿嬤手編的那個藺草，就幫我們編個藺草套。那套子裝下去以後，那我們年輕人給我們的回饋就是說，他感覺這樣喝茶很文青呢。同農會各個產銷班聯合起來，飲茶就變到輕時尚，產品嘛夠多樣誒。台灣的農民都是小農嘛，那小農民他們的那個產量作物經濟規模都小，然後呢，你又希望它多樣化的時候，那難度就很高。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現在做農業很大的那個瓶頸，就卡在那裡。所以我們就開始在想說，我們是不是可以農業跟農業互相結合？我們也可以跟花卉結合，也可以跟水果產銷班結合，漢方農作物產銷班結合。所以我們就真正的在做橫向結合的事情。同本地嘅元素整合起來，開發出一系列嘅文創商品，就係寫家地位後生人來試茶。佢講文創唔係搶做來看講嘅，佢嘅內容愛食材真有價值，故所愛講愛香愛有味道，係佢研究商品嘅堅持。我要保留每一種原料，就是農產品的原料在裡面，它還是保住它自己獨特的味道，不會互相受干擾。在做法上面很費工嗎？哈，那我們有一個想法，就是你好的東西一定是費工，就像剛剛的藺草套，它就是費工的，你就是要用雙手慢慢去編。佢到家鄉做茶開春堂面文創，林玉萍搞到真歡喜，唔過嘛清開。佢想回到家鄉，50歲就會退休誒。唔過4年前就睇佢49歲今年，天公爺殺同佢開玩笑，一暗部就將茶工廠燒到嗆嗆。那其實火災燒掉的隔天早上，自家起有兩個工廠灰燼了嘛，起有兩就想，那我不是剛好真的可以退休了嗎？沒度正合你意嗎？佢心肝度就想講，咁呢就順勢將茶工廠收起來好誒。就起有太門後哈，天上落來，見個眼睛紅紅的，天一早行落來，頭低低的，然後目珠重重，不敢看我，又行落去，第3早、第4早，從哎呦，我突然間警覺到，我想事情可能不能這樣想
这一件事情，我不能只有我个人的规划，我应该还有我整个工作团队的规划。我那样子想事情太自私了。不过，佢上嘅3年決定重新再個開始。我就跟我的工作人員講說，你們給大姐3天的時間，我想一想。好，結果那3天呢，氣氛很沉悶，太趕緊就頭來也就拼命工作就對了。然後3天以後，我就跟大家開會說，我決定重建工廠。然後每個工作人員說耶，大家都在鼓掌，我才知道說，原來我們在這社會生活，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任務，就是周遭的人，我們要共存共好。真的不簡單，因為講不簡單咯。你又要從頭開始啊，整個規片的小槍槍，你又要從頭開始，這是一般人沒一般人做的對。沒有基礎嘅，沒個簡單。基礎還基礎，哦，按規漢小塊做模啊。在起過嘅時節，佢就順便體現將水抽落來，建做茶建起，足足用咗3年嘅時間，打造咗一間很有想法嘅茶工廠。哎，度跌看下來沒？落差太大，我就乾脆做水，讓水流下來啊。那水有一個很大的作用，就是它可以做水土保持。又可以做消防的設施，然後呢，萬一需要用水的時候，那裡噴灌設施我們都把它整理好。還有一個最大的重點是，我們每次工作的時候，做茶的時間，糖豆該水的聲音，你就覺得很療癒，就不會急躁，該茶做得慢慢地做。四面壁弄按玻璃，長嘅到日頭做得批茶。四面通風，馬桶嘅到嗶哩波落嘅水聲，做茶就變到清香酥。順風閒測嘅一件四件呢，兩點沖涼，空點碰電，係做得材料不同我嘅蔬菜，改變係一般人對茶工廠嘅想法。原來侬看得到什麼人嘅優秀，看起來全浪漫，唔過實踐實用。女人比較細心，這個設計的那個流程啊，這個環境啊，各方面。你看到兩邊按各方面，這兩答案是看到兩外面有流水聲，它的那個流水有分多金，你就會感受到。就第二個工作特別的環境，特別好。你壓的時候哈，你看一下那茶葉到哪裡？嘅工太爺一年要開始嘅，做茶做到半夜，冇睡幾點鐘嘅玉片，要入到茶工廠安排所有嘅事情。佢講做乜嘅就係衝乜嘅，故說按多年佢將鐵打訓練出做茶嘅時節去看流脈絡嘅歐巴桑，泡茶嘅時節就會做到將將像貴婦。我一直有一個願望，就是希望農業呢，不是像大家既有的觀念裡面的那麼傳統舊式的東西，我一直希望可以把我自己的想法放在農業裡面，而這20幾年來我都重複在做這件事情。那我就希望，因為呢，我們以前到歐洲去，然後或者是到日本去，會看到他們的工廠是有想法的，然後他們可以把個人的特質放在那個農業裡面。佢講佢將茶工廠改變做很有人文想法的空間，就係希望改變一般人認為農業像係出力的印象，為下那島的人哋做茶係一項文化事業，像下那島的後生人共下來做，同台灣的茶生命相續下去。